求你开我的喙唇，互我的喙唇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做物，若爱，我就要献。烧祭你也无欢喜，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，忧伤忏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见。咱三界来吟圣诗第101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。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。顺城的正女子，主的正百姓，天地至大，人君和平我的主。只是坐伫座位，降临到为义，大家大欢喜。学乐来吟诗。顺城的正女子，主的正百姓，请咱起来吟两首。我是上帝，全能的创造天地自然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创始人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经交代，伊在圣玛利亚之时，伊温柔的落地来受苦，更是一个四百种的礼物，在他的最下的有啊，就你那最真的给上帝照片，伊的对待来是话。我是圣经，我是神，共同教会，圣徒相同，对下面让基督啊，永远的保命，阿门。请坐。咱先开正式的后壁面启用文第7篇
启用文第7篇，咱三个来启用。地甲其中所充满的，拢是耶和华，伊将地建立伫海的顶面，是一水人会上耶和华的山，就是手牵起，顺心无远虚假。即号人要得到耶和华赏赐，这会是找耶和华的族类。声门啊，举起你的头，阳光的王要入。就是大贵力、大权能的耶和华。声门啊，举起你的头，阳光的王要入。万军的耶和华。救主耶稣基督，救主耶稣基督，救咱脱离罪恶。仁爱的心比海搁较深，咱人袂测度，请起立来行专心。你爱的心比海。
感谢你。你竞选做阮恁的囝儿，我主啊，求你赦免阮一切知甲毋知的罪。阮的一切的看路，一切的担当，有你替阮担当，阮真正真幸福。伫即个黑暗的世界，有主耶稣你的陪伴，甲互阮的瓦靠，阮才会当勇敢正直，行伫人生的路途。你讲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人的日子生落来就定下将来要死的日子。阮的约束伫你遐，你也派定阮的界限，互阮袂话超袂过。所以阮知，伫将来迄日，我嘛要亲像阮的亲人共款困去。主耶稣，我嘛确信你会带阮去你遐，甲你同住，享受天堂快乐的日子。阮还未去以前，阮嘛是会孝念阮的亲人，伊会养育一阮，伊是阮即个家庭为阮即个家庭所贡献的一切，为即个社会的贡献。今仔日是4月初清明节的前夕，我要搁一遍来孝念阮的亲人。同时，我嘛要孝念主耶稣，你是无做竟然为着听阮，你的囝儿为阮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感谢主耶稣。阮拢属伫你的，我要活伫即个世间，是你为着要荣耀主你。我嘛为着爬楼装潢的时间来代祷，希望即个装潢是合上帝你的旨意的，也希望即个时间是真顺利。我嘛为着无道友来祈祷，希望因会较无上帝你的真理，也开因的目睭，开因的心门。互因听万主你的道理，我们为着大家嘛出顺来祈祷，希望有一天，这个众信徒会当听见到真的道理的福音，因此来改变因一生，心内有喜乐，搁有平安。我有为着4月初8的过活节来代祷。因为耶稣的过活，才有今仔日的基督教。阮教会要举行联合礼拜来纪念、搁庆祝，希望大家会当，阮大家会当邀请侪朋友来遮纪念，来遮享受的见证。我嘛为着谢牧师来祈祷。伊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，拢是对圣灵来，请互讲甲听的人，拢白白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我咱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。阿门。伫创世纪第8章，创世纪第8章第4节，
7月17日，准刻伫阿拉日的山，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1节到第3节。上帝赐阿伯拉罕，叫伊讲，甲伊讲，阿伯拉罕，伊应讲，我伫遮。上帝讲，你带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你所疼的以撒去摩利亚的地。我所要指示你的山，伫遐将伊献做烧祭。阿伯拉罕透早起来，伊万途带伊的2个少年人甲伊的囝以撒，也破烧祭的柴，就起身去上帝所指示伊的地。咱搁来看出来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，第1节到第6节。摩西告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也摕到的银棍，赶羊去旷野的后面，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耶和华的使者伫七月在火焰中对伊出现，伊看见。看，刺皮互火烧，刺皮乃无倒去啊！摩西讲：我当要过去看即个大的景象，即个刺皮怎样无倒去啊？耶和华看见伊要活去看，上帝就对刺皮来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，伊就讲：我伫遮。伊讲：你无伫宫仔内，就烫你骹领的下，因为你徛的所在是圣地。佮讲：我是你祖公的上帝，阿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遮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咱佮看出来日记第34章第2节啊第4节。明日早起，你着预办便，透早你着上西奈山，伫遐伫山顶尾溜，伫我的面前，毋通有人甲你上来，遍山拢毋通看见有人，伫山骹也毋通互猪群、羊群食草。伊就拍2块石盘，甲以前的声人。摩西透早起来，照耶和华所吩咐伊的上去西奈山，就日摕2块石牌。咱嘛来看《申命记》第1章34章第1节到第4节，《申命记》34章第1节到第4节。摩西对摩甲边上尼泊山。像迄个甲耶利哥3对的比苏拉山头，耶和华互伊看见伊咧全地伫到达。若无伫海里全地，以法莲、马拉西的地，犹大全地到西海，南方甲叫做做树城的耶利哥山谷的平原，到索尼。耶和华对伊讲：这个地就是我对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就抓讲的，我要赏赐你的福的。当我互你看见，亲目看见，总是你话得着过去到遐。这时咱要请圣官对咱学了歌名是主是假的。